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阿富汗伫咧8月31半暝发生规模6、深度敢若10公里浅层的大地震，是真侪厝拢倒去，灾情不利严重。目前已经夺走超过800条的人命，至少有2800个人受伤。塔利班伫咧初二的时阵表示，因为天气歹落大水雨，发生水崩山，造成车路嘛袂通，即马救援是真困难，呼吁国际社会甲因斗相共。 村民发现倒去厝下骹还有人挖掉的，赶紧用手挖。东灾区之一的马扎尔达拉村，真侪厝倒去，天气阁无好落大雨，地动石头阁崩落，山区的路拢袂通，救援人员无法度去灾区救人。当局讲，库纳尔省有3个村厝拢倒落去变做平地，其他的村也有真严重的灾情。 شهیدان او زخمیان ډیر لرو په هر کور کې 15 نفر 10 نفر زخمیان شوي دي。即马灾区通讯未通，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有一位官员讲，灾区伫过去24点钟到48点钟内，因为落大雨、山崩、石头崩落，真危险，死亡人数真多，尸体就要赶紧处理，较袂污染水源。塔利班请国际社会斗相共。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is likely to increase because the situation is serious. We urgently call on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to step in and provide immediate support.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are also urged to assist in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in the affected areas. 阿富汗外交部一位官员8月讲，也无接到任何外国政府主动提供救援，要啊中国甲印度就是讲愿意协助，联合国也会启动。 这是自2021年塔利班政权掌权以来第3遍重大致命的地震，迄当阵外国部队撤离，政府主要财政来源的国际资金也被抽走，灾区也因为路损害严重，且无法度过，当局就派几多台军用直升机运送受伤的人甲罹难者的尸体离开灾区，而且要医疗团队入去救人，不过资源无够也是上大的问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